发当前客户计划的需求呢，那个工作昨天还是一个多了，计划当然的，我们对从事的，现在提出的这个大环境情况说，也是得讲到学习经历，然后将来比马东西对，尤其是哈子，那那年计划的肯定需要呢，那当然说，卡上道路去给搞了可能来变成，就是省党省中去也去，搞就去多了，省党省中人也就写的搞了，说省的，既然我这个就写的搞了，做省党或省中去。你那对个哪哪都不好吃，知道吗？做的生明白那生的的是肯定钱啊，为了当钱不是钱，或生中了对生中的或者对你做不给留是公平。原来我是全部拿到这些也没搞到，按你这个生中我就专业的时候，这些就是拿到用蒙的那个做的，按用蒙的生的做这样，你就或白的，因为我是做生的做光武器的东西。或者生中的做给用的，那这个做生的做光顾企业都是工作，你那边个来嘛，这个做生的或生中的下对地也下单的了，这些就是第四家的就是工作，那第二个是了，就是第二个这个钱，你们的了，那你等到这些了，第二个钱有没有关系？你马上就去去吧。我是等到的这个主机的老在哪路了呀？那些老上理解的老在多嘞。按照那个说，陆地其实给陆主给拿到了，按照说哪怕没一点，还是陆主给拿的，别人不用了吃下午嘛。按那你看这里就基本都是那些路上以前搞不到了，说连连送给学校老送，啊，基本搞了，按你这个老送不得了呀，就他被拉吧那里，你这些也没搞了，按你这些也把这个中马的问题我们是不懂了，但年纪这些肯定也会去问了，他把那就搞了。先去把那所谓的最近的那个来源的最近的他，那的他人性一样工作了，这些的中国马的问题，我第一在那边了，他这些要不就肯定就是讲的要不嘛，今年的这个路线的，一路线了下呢，这个越南不来了，我的这个呢，我都这个头发就是什么，我的年纪是吧，不是年纪，甚至头发都是学。